教育部公告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正草案，已过期是到8月底哦。医护团体甲立委今仔开记者会，因认为讲，这个草案较重调查，无重视辅导。另外，伫认定方面哦，佮出现真侪重大这款无清无楚的问题，因呼吁讲应该爱召开公听会，大家讨论来找出共识。 提辅导爱落实这文字的手帮，呼吁社会大众爱注意教育部公告的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正草案的问题。这个草案有过期到8月底，按过医护团体甲立委举行记者会，因为草案重调查轻辅导，认定上也有情节重大等的模糊文字，亲像是愈改愈未清楚。辅导的过程其实大概就是没有谈到多少，大概只有2条这样。那有一半以上的条例，通通都在讲调查。 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会觉得重调查、轻辅导这件事情，其实只会让学校面临更多的困难。本来生对生，我们觉得应该辅导先行；师对生真的应该要对于调查，实际上是要明确。可是如果这样看起来，这边反而强化了调查。医护团体甚至认为，学生对学生的霸凌，不管是不是成立，囡仔就是拄到困难，所以爱辅导先行。这份草案所有一半的条文，拢在讲调查，呼吁应该开公听会，应做共识。这次条文，大家感觉上好像调查条文变多了，会放进条文里头，都是经过 再三斟酌讨论，觉得有帮助大家厘清，不会大家产生很多疑义，也确保学生的权益，避免衍生争议哈。教育部代表强调，草案的有效期到8月底，收集意见了后会慎重处理，也强调学校目的是办教育，不应该学校后加做调查单位。草案不足的所在，会透过案例研讨这方式来改进。记者综合报道。